继续来到中华中山路，深夜有3台改装的机车伫大路顶耍直线加速，现场佫模仿着赛车，有人负责伫个起跑线野手出发，就安尼来回批车隆隆叫，甲附近的居民是吵甲无法度困，只好来报警。警察一到场，大家随白日弄掠无人。 双手一个起跑线，3台改装乌托摆滚叫向头前一直冲。一杯杯哦，还有观众啊，你看。加车场景袂输是咧拍电影。半暝3点，彰化市中山路改装乌托摆伫大路伫驾车往回冲几啊转。哦，又飙回来了。 改装乌托摆毋但烟雨声真大声，车顶佫盖过车牌嘛拔掉，吵甲附近的人拢困袂去，去一个录影写文章讲已经3点的还伫吵。是一来到这个路口附近，拢是人家厝，乌托摆半暝驾车，互人咧困袂落眠。在地人讲，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发生这款情形啊。但是有听到声音啦，专辑变变给了的啊，正常的啊，正常的啊。飙车就是很危险。对。 警方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时，这乌托摆拢已经走去啊。是讲有吊监视器发现讲，改装乌托摆伫驾车进前路口有真侪人。后续追查他们来程的监视器画面，已经掌握该3部重机车的车号。后续呢会依公共危险罪嫌通知3名车主到案说明。乌托摆伫道路集体驾车，毋但犯着公共危险罪，甲道路交通的条例，甚至有可能面临上当5年的刑期。警方将附近的路口列为治安的重点，要加强巡逻，就是不希望有危险的驾驶佮发生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